唉，有啲肚餓，不如我買翻杯燒賣先啦。好啊，又唔請我食咯。你自便買咯。唉，好，夠錢。唔該，係唔該，想要2杯燒賣啊。唔該晒。啱好啊，就係啊，唔該。你做咩望住我燒賣啊？你粒燒賣睇落好食啲喎。你話有冇一啲可以暴富嘅辦法咧？啊，乜而家學習壓力真係咁大，讀到你傻咗咩？讀書定係呢杯燒賣食到你傻咗啊？我唔介意食埋你杯燒賣嘅喎。咪諗多咗啊！唉，你話如果而家仲有嗰啲好似百萬富翁咁嘅節目，我一定會好好增值自己，咁我咪可以暴富咯。暴唔暴富我唔知，傻就真嘅。喂，話時話啦，百萬富翁咩嚟㗎？你上一秒先話我傻，下一秒你真係問我啲咁經典嘅嘢係乜？唉，算，等我話俾你知啦。百萬富翁100萬係一檔電視節目，而參加者會相回答問題，回答嘅問題越多，累積嘅獎金越多，最高可高達100萬。但係如果你喺中途答錯咗，咁遊戲就會直接終止，而你累積嘅獎金亦都會化為烏有。100萬咁多？你嚇親我啦！喂，講起百萬富翁，令我諗起咩嚟嘅咧？咁熟口面嘅好似啊，好似呢排學校有個遊戲叫 Y 萬富翁喎，係咪咧？嚇，Y萬富翁？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 Y 萬富翁遊戲。我哋今日好開心，請到蘇同學同我哋一齊玩啊！OK， 蘇同學 ，OK， 歡迎你啊 ！Ready 唔 ready 啊 ？Ready。有冇信心攞晒我哋嘅禮物走？有信心。OK， 請坐。好，我哋開始 Level 1嘅題目先啊，睇睇。好，咩顏色最先吸引我哋嘅眼球咧 ？A 係紅色 ，B 係黃色 ，C 係藍色 ，D 係綠色。我有留意過，答案應該係 B 黃色。肯定呢個答案？肯定 B。OK， 最後答案 B 黃色係啱嘅。啊，點解你知道係黃色最吸睛嘅？因為黃色係視覺上最醒神嘅顏色，留意到好多警告標誌啦、廣告啦或者交通信號，佢都係用黃色嚟做一個警示嘅。好嘢喎，蘇同學，果然好觀察力啊！好，我哋已經得到咧 Level 1嘅禮物啦。跟住嚟 Level 2嘅問題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OK， 好。我哋平時食嗰啲洋葱咧，實際係植物嘅邊個部位咧？睇睇 A 係根。B 係果實 ，C 係葉 ，D 係地下鱗莖。啊，平時中唔中意食洋葱㗎？唔係好中意啦，好少食。但係我覺得應該係根或者地下鱗莖。喂，你有2個錦囊可以用嘅，用唔用？我想用50-50。好，用50-50。好，幫我哋攞走2個答案先。哎呀！都係根同埋鱗莖喎，點算好啊？好啦，我記得科學老師有教過，應該係地下鱗莖。諗清楚未啊？肯唔肯定啊？肯定，地下鱗莖。好，最後答案，地下鱗莖係啱嘅。恭喜你啊！已經得到 Level 1同埋 Level 2嘅禮物啦，仲繼唔繼續？繼續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睇埋 Level 3嘅問題先。喂，中唔中意食蟹㗎，蘇同學？都中意㗎。咁嚟咯喎嚇！好啦，下一條問題就話，螃蟹冇以下邊一個器官 ？A 係神經結 ，B 係腎 ，C 係肝 ，D 係肺。咦？你覺得其實佢有啲咩嘅器官啊？嗱，腎同肝我記得應該係有㗎。喂，咁神經結又係咩嚟㗎啦？
呢個真係唔知喎，呢題有啲難，我想打電話。邊位？揾校長。校長 ，OK， 好，希望校長可以幫到你，即刻打俾佢。話時話啦，點解揾校長嘅？因為上次校長請我去佢屋企食蟹，哇！我覺得佢應該會係食蟹嘅專家。哇！你真幸福啊！OK， 睇下校長點幫你啦啊！喂，你好。喂，校長你好啊！阿蘇同學咧嚟咗我哋 Y 萬富翁啊，需要你幫下手。校長你好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想問下，螃蟹冇以下邊個器官啊？A 係神經結 ，B 係腎 ，C 係肝 ，D 係肺。哦，腎、神經結、肝係有嘅，我揀 D 肺，因為蟹係用腮呼吸㗎嘛，所以應該冇肺嘅。好，唔該晒，校長。信校長，我都揀 D。信校長嘛？信校長。最後答案 D 肺係啱嘅。好，到最後一條 Level 5嘅題目啦喎，哇，真係好驚險啊！仲有冇信心？有。OK， 好，睇睇呢條題目點講先。佢話點解最近日本出現咗咁多熊出沒嘅事件呢？ A 熊嘅棲身地被破壞 ，B 食物來源缺乏 ，C 佢哋正係繁殖嘅季節 ，D 全球暖化嘅影響。呢題我識，因為李 Sir 有教。李 Sir 咁犀利啊，好嘢啊！有幾大把啊？100%。點解？因為由於氣候嘅變化同人類嘅活動，熊嘅食物來源，例如櫻桃啊、堅果啊等等減少啊，被逼佢哋進入咗人類居住嘅區域尋找食物，所以呢題我揀 B， 食物來源缺乏。好肯定？肯定。好，最後答案 B， 食物來源缺乏係啱嘅。好嘢啊，蘇同學，恭喜晒！所有 level 嘅獎品你都揦晒啦，諗住點食？嚟緊聖誕節，我想將佢俾班妹，咁我哋就可以一齊開大食會，搞party啦！哇，你真係慷慨啊！好，再次多謝你嚟到我呢個節目裏邊。好，我哋同大家講聲，拜拜。最後答案食物來源缺乏係啱嘅，哇！恭喜晒啊，蘇先，係我嘅榮幸啊！得唔得？呢次嗰個效果得唔得 ？Very good 啊！個 standard 都好好。OK 得啦，好。係唔知榮幸㗎。